有團體今日舉行民間投票俾市民參與，不過投票嘅電腦系統一直冇辦法正常登入，懷疑係俾黑客攻擊，要改用傳統嘅紙張選票嚟投票。張建業報道。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舉辦民間投票，全港市民可以透過手提電話嘅應用程式，或者親身到票站投票，選出心目中嘅特首人選。位於理工大學嘅票站喺未開始投票之前，有大批嘅市民喺門外等候，準備投票。都係用另類支持下，做下盡下公民責任嘅啫。一人一票咧最好咯，就而家變咗佢呢個小圈子咧就係冇用噶嘛。票站原定喺9點開始運作，但係投票嘅電腦系統一直無法登入，擾攘咗大約1個鐘頭。票站最終決定改用傳統嘅紙選票嚟投票。有嚟投票嘅市民就話：朝早一直無法登入投票系統。我今朝喺屋企咧，其實我登入咗20次都有㗎。其實我都覺得搞乜呀咁樣咯。負責協辦投票嘅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代表張超雄認為，投票網站1秒內有過百萬人點擊係唔正常，懷疑遭到黑客攻擊。而家網絡癱瘓嘅原因，我相信好大機會係有人惡意攻擊，因為我哋理解即係每秒鐘有超過100萬嘅點擊咧，就令到我哋嗰個 server 咧根本係負荷唔到。咁因為之前已經呢個嘅 server，我哋成個系統咧已經測試咗好幾日，一直都係運作如常嘅。咁由於投票嘅電腦系統懷疑受到攻擊，咁投票站就轉用咗紙嚟投票。咁不過預計咧點票嘅時間就會較原定長咗，咁去到午夜先至會有結果。雖然係咁，但係仍然無損市民嚟投票嘅意欲，亦都有殘障人士特地到票站投票，並且表達自己嘅訴求。喺屯門嘅票站同樣無法登入系統，期間有人報警，有警員到場了解。亞洲電視記者張建業報導。轉睇下股市方面嘅消息，市場缺乏利